再来看这个国道高速公路，今年发生几啊件大型车的死亡车祸。警方嘛来统计出8个上接发生着事故的热点。第一名就是国道1号就北南口到三重埔的路段，发生187件。大型车的肇事率是小型车的4.28倍。会发生车祸的原因，大部分拢是因为无来保持着安全的距离，以及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。东澳交流道的附近，一台白色的轿车要为道边切一摆，也毋过轿车驾驶敢若是无注意到路况，结果护栏就违规车过造化线，致使3台车对撞，女驾驶当场就无喘气。国道3号往北，挖进南投第3交流道，一台黑色的轿车，毋知啥怎，家己去弄着护栏顶车。驾驶因某佮敢若为车内摔出去，翁仔某佮1岁查某囝拢过身。国道1号来回的路段，红色的车去互连接车弄一个是规个变形，车内一对60多岁的翁仔某嘛拢过身。这路段全部拢是车流量大，加上国道的车速较紧，向北府大东啊，就较容易意外。根据国道警方统计，车祸意外总共有8个事故热点。国道1号往北，南口到三重埔187件；国道3号往北，树林到安溪也有99件。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台中34件，南部国道1号往北，南仔溪到高雄科技大学也有51件。本年度1到11月大型车 A1 死亡事故，共占所有 A1 死亡事故的33.3%。参考各车种流量还有事故的比例，大型车 A1 肇事率为小型车的4.28倍。若发生车祸，前2名的原因都是无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，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，等甲要闪已经未赴。警方也提醒，要赛车进前，除了检查行车视野的辅助系统，伫高速公路赛车嘛千万袂当分心，才会当欢喜出门，平安倒转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